丞相，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早就看见了，你出来呀，出来呀！丞相，你为什么老是喜欢躲在这里呀？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房子，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来，我来替你带上。你每天这样夜来明去，恐怕会妨碍你的斯文上进。你放心，我父亲言道，生我是从端阳节以后，官随3岁自修，使我的文章大有长进啊！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？是啊，昨天老爷他突然问我要文章，我心里一慌，就把你写的文章交了上去。那岂不坏了事？当时我也以为坏了事，谁知父亲看了文章以后，连连点头称赞不息，就是说，文章倒做得不错，可是儿女心太重了一些啦。好险呐！你怎么将女儿家的文章拿去与我文字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贻笑大方，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。哦，这是什么好文章？爱歌一首，爱歌。来。爱我爱是恩爱里，你爱我心我爱你，爱是沧海生我
也要。待神灵不与我此理滚滚，真一声害人言，细听分明。我与他萍水相逢，启程婚姻，夫妻相爱2年整，我伴他每夜里苦读到深更。那王魁长金发丝银，我也曾与王魁同到人间八十名，这指望生死不与他同。灵儿谁知晓此人之命多痴心。那王魁他中了上元岁，忘了本，他清官因妻再娶与作新生。200两银子一封信害得我上天无路，这地心策人人公分，王神圣至正义是才应与我归隐，把冤伸魂灵与我作证，与我作证，嘿。
归隐，一无谢，二无私，孤苦伶仃，你就替我做此吧。怎么？莫哭诉
你的二老奴教你的话是哦。宋老，要是弟弟他不相信我的话呢？是有老奴在旁与你帮衬，你尽管放心哦。来，哎，进去，进去。宋老，我实在是怕得很呐！不要怕，有老奴在啊！来，进去，进去。哎，跪下，跪下。家爷，大相公回来了。家爷，大相公回来了。钟老，你怎么讲？大相公回来了。哦，母儿回来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母儿在哪里呀？母儿在哪里呀？一把会死你。钟老，我明明去找大相公，你怎么叫在虎狼前来？他就是我家大相公啊！他就是你家大相公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东门大街是个什么蔬菜？是个非常热闹、非常热闹的蔬菜啊！下跪红尘，我小儿，你为何？你既然为我因我不抬起头来，儿不乖，你抬起头来，你抬起头来呀！你家爷弟弟，家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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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。见冤我，我有曾企图才兄等中回家我生平真实富公常为我报应的奴臣。臣想当初夫家里藏金佛仙，乘飞马一请求，样样皆见。父命那下来信，与你作伴。你临营时穿制服，怎有一切？难道是这些年你生疼我言？官家子走过
邻里参见小奴才呀，你是红门身着蓝衫，你又是此等下贱物，你夸得为父10言。必须要与来名山大村，这也是死得的呀。都在你讲下去。在水花间也是路上，才落成这般光景。今天在为国定节，你万怪巧也自负，我那也是假过来。今夜不用我说，你万怪巧也把我挂。三次中场人来帮我有眉目，为不是他。同样东沙死的情况，我亲自去怎能成完他？你今为孤狼面子上，岂不点着我们枪？如谁快
去归人，为了儿他愿惜自分妻奉承啊！难道你还想娶她为妻？他们与家亲去亲近，而夫人远从无谁愿乎啊？父不知在哪里识得，才生下你这个出门霸务的子孙。你年两用人，无可再结亲近；你今可无考，还可再等下课。如今你不但你连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，你把我城门放着，至于何地？我城门请他传家教子孙，思想理念平得等，父为人一生多端正，自是可以得归城，长寿数载你把命。母亲养儿一场，不能再见
见一面。倘若母亲之前是爹爹将儿上位，定要与父争吵。孩儿虽不能逾越丧亲之心，孩儿死后恰是儿老有病态之恨。弟弟呀，老弟弟总无父子之情，还需女儿的白发母亲。弟弟呀，有道是糊涂也不成其子，还望老弟弟上下留心。不是那忠臣孝子，像你这样出门报复的之身，我也等不成。副总管传送之臣岂有你父你之子从门庭？我四边相恨，心疼。小公，大相公，家爷，大相公息了气了啊！
家心头恨，母神们心里啊，怎何干？家爷，他相公死的这么凄怆，得老奴替他妹夫棺木葬礼了吧？要买，您见我大大的买两副，买来何用？连你也一并葬在里面。是老奴不买，不买，谁管买？谁管买？走了，家爷，你刚才讲什么？没过么？买也随你，不买也随你。死的老奴自己去买，我来。像他这样专门把我的身给他买什么棺木，把他的尸身拖到荒郊去。家爷，你与我拖，家爷，你与我拖，家爷，你与我拖。家爷，家爷，家爷。就去不得了。王彪在上等是。
自大门第高，我怕区区高德包。他关心是找上门，送他进关去送瓦郎。嘎子嘎，端子口，嚓啷啷啷一根连掉对上跑。馆长3日贼从军，叫他一命应招。老表吩咐下去，张灯结彩，摆酒设宴。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话要讲呢？哎呦，你讲。是。生老人从不撒花哎呀草哎，身心体体都不发不来不啊去呀闹哎，你啥打我万岁，你啥骂我也笑。你真有这么好啊？你要是不行，来，孟王票，上年到眼见事实，耳闻事虚。你要是不行，我当家你考好了。大爷，你当的不行。那么宋当姑，大爷，你王子的抚慰都到哪里去了？女人就喜欢这一套，等我把她骗到水子西北堂遇见我，先讲我二辈的，西北堂，先讲我，西北堂，哎呦，大爷，好，你讲。是。西大家境虽不好，刚刚离你上子。
草上要被天火烧，生女长大要来当，原来到头要进苦苗，人情真是不得了，新郎子头昏眼花，手脚抽筋，走到山高。哎呀，命松掉啊！哎，今晚啊，就在我的私房留宿一宵。我一个人来跑。我们丫鬟陪你嘛。明天我是你的夫人了，谁要他们还是两个回去。有了，今晚啊，就在我妹妹的房间里留宿一宵。你妹妹。从中将婚事来做了，新娘不到，你下是今日这外墙，今为相配今宵。他有些不便。哎，明天你们就是姑嫂了，有什么不便？王彪，带徐大姑娘到小姐的闺房。送亲大姑娘进小姐的闺房。
我道不孝文，连卷随风，身边光华生。又是重阳了，当年宋江4年名臣，写下这首醉花语，今日宋江到你名臣。名臣，今天我们不杀谁，不地狱，要告诉你2件喜事。家军杀到网络，总愿虽复谁亡，我们可以一同为青州老家了。那第2天呐，更是喜上加喜呀！我们的孩子终于问世了，所有可以给30军青杀喽。送来了。随着我们的儿女，今天他终于问世了。虽然主爷们难得的好书啊！哦，当今大宋的才子们知道你编出的青山罗历经艰难，终于问世，纷纷向我们道贺来了。领人，今天我们不喝酒饮茶，来，两位妻。献尽你的杯，庆功啊！这一卷卷进退了良辰新雪，夜长要长夫君成亲，一张张记录下千载风华。你是一路辛苦，要为妻再敬你一杯喜神金红茶。苦尽杯，为珍惜这青铜的家中属于富贵啊亲，为得传国的古镇。为的保你
头你在哪一圈？哪一爷呀？啊，嘿嘿，你又输了，与娘娘为亲。好好好，来，让我们再同饮一杯。父亲恩爱上。今朝也在了，唉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！乱七，我哭家吧！你说话真棒，我先找了神无从，从在所长，我胡同将一路乱打，将军挂住正将健康是要红州。花开出人海，眼上强的强，恨的恨，天的天啊！上司的天，上司的天！我告诉他们，你是在防止夫人的途中损伤我去。便匆匆离我而去。我一个女人家，身单力薄，孤苦无助，我负了为天，我负了为天，明晨，我辜负了你的重托啊！有空想在空。有说何此说
起闭门，细碎呀不细碎不啊，这一笔一笔一丝丝血汗历尽瓜头苍梦，是今儿女一文思，早为民生引清红，等到元帅唐今胜利成。我泡茶，今朝儿女与你同归亲嘴花。明晨，我们可以同为亲走老家了。我要送剑归来，他到哪时呀？把我们的孩子，哎呀，看我高兴的，竟然把当地李大人接我的信都忘记看了。岳元帅被杀到金巴早位，死期被放保庭。千古之冤，千古之冤，千古之冤。千古之冤，
里。今日出发风凉更昏，我夜夜心痛，连两家放火，怒发冲冠有用，把心急往一落空。曾去望见冤魂空，冤魂空，空他送中间不分，诚心换散，俱为偏安，风雨飘摇。中原难水手机难报，手机难报，中原难水大好山。江宽松，江团松，江团少平昏庸，明日我们恐怕再也回不到亲自老家了。我们的孩子刘杰生，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？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？我们的孩子，谁来照顾？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？
究竟是你向那李神仙，还是李神仙向你呀？究竟你们两个出自相间，还是你就是李神仙，李神仙就是你呀？你真把我捉弄得好可怜。放胆情，心热惨，看家即将门，少王我手上把几副自张，天天看灯不小心，夜夜梦为彼思量。这丹青分明相生相，两夫
原来是弟弟母亲来了，弟弟母亲，请坐，请坐。儿郎，就医司信已经送去，丞相手即刻收到。这就好了。儿啊，你这丞相就是毛利军，恐是居位无所知，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啊！早有妻室，也是为了辨认耳目。弟弟不信，喏，你来看，这是毛利军生我的字画像啊！哎呦，像啊！这画像跟我那天我看过病的丞相一模一样啊！哎，老爷，你来看，来，弟弟请看。却有相似之处。好，那稍是丞相到此，我们就凭这张画前去审他。哎呀，夫人呐，想这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，更何况……哎，我说老爷呀，你与丞相3年同朝，难道我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哎呀，夫人，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上。我说你糊涂，我说你莽上，你糊涂，你莽上，哎呀，你莽莽上！上！弟弟母亲不要吵了，早是丞相一到，便知分晓。好了，你这个病人，你好怕怕。
呀呀！不知丞相驾到，老夫有失远迎，失礼呀是失礼。哪里，老院中，不知忠襄王的病怎样了？小儿他他的软贫道。哎呀，儿啊，忠襄王，是丞相为你宽平来了。是来了。快坐下，快坐下。你要救我的命呐！请丞相安马，下官到后堂为丞相陪宴。老院中不必客气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忠襄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按马。哎呦！儿子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乃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？哦，恐怕是官火太旺了吧？我困是营养失调吧。这病不要紧，数日之后迎奉太后寿诞，神奉喜事精神上，太后寿诞一个。怎么样？保管延期，心况甚宜呀！喏，此乃将心所起，驾即驾走。儿子，我的病却是上呀可医呀，我看这药香也用不上了。用法吩咐当桥侍候。是。儿子，实不羡慕，我生的乃是四盲病啊！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四盲病嘛。儿子，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。哦，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。儿子，喏，这是孟丽君赠我的丝袜香。哦，这是孟丽君的丝袜香，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。儿子，请看。画得好，还是画得好啊！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！哎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。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！我有一张桌不一样，有心在把心画家。王中上王孟丽君，早就开始山门。
断落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应尽助我韩家营，真乃是坏兵怎能冲击上？眼前呀，好风来时风在涨，青云雨露钟鸣上。你与他有情人终能成眷属，你无需教草不用慌。今日好风林中火上，只怕他做了高官把酒心房。我为他纵马空冲上挂念，我为他话不离身3年长。我一片真心比天表，他无动中为哪张？他那里丝丝句句诉衷心
好自为长，相比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王立军啊，王立军，你好狠心哦！这是你错怪啊，这是你错怪他了。恩师，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呢？言气，既然他官到月月走天涯，应是多一心女子有志向。言气你当中是在推他，怎么样？他的为心生是海来把立军，我的妻呀！我的好媳妇啊！老人家忠孝王神，自不轻误，许妾赵永雅就此告辞。立军，立军，哎呀，生气！立军，哎呀，好的你呀！我在这等你哟。7月，襄阳张生计划，以今朝日修之殿，自己与朝日月影。
是咱们在军破解百年，格来效应，皇室言行。身前素面，死不欠债，耿耿此心，欲往前，风铃不鸣。今夜终日魂梦，夜待有知啊，来生再见心愿。夜有穷而行不可终，呜呼哀哉，我为上下。我扎把带小将离掉，我只盼夫唱妇在，今生红啊，恰不了鸟语相笑张黄角，你那里山草谷中无门上，芳闻一缕随风飘。我这里面对另外长通团，我虽碰见一句红泪到。
长啊！好一个书生有情义，难得他为我小姐同对好。曾记得回来的日出回望，满头大脸回梳妆。这真是冬瓜放在大房里，将小姐弄弄眼到，如今花不知去谁郎去？明月山根什梦呀？小姐，听他哭得这样伤心，就连贴着生儿也要伤心落眼泪在。小姐啊，小姐，你真知这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在想念着你呢？小姐。我一场外一生小姐，小姐，为不请小姐发问？哦，莫非是有问天？情不自毛发诉说，心儿跳啊，心儿跳啊。只见他脸色苍白，好凄惶。他浑身穿对为哪条？定是心头有机灵，人事发对发生。哎呀，这样下去，张先生真要好出毛病来噻！我还是与他实实了吧。张先生，快开门！张先生，快开门！你是小姐吗？张先生，快开门，我好进来呀！哎，小姐她身为我生来早，是这般生死情愿天下少。今夜晚我计划有意回访问，公公请君开门哟。张先生，快开门！小姐稍待，我来了哇！
的牙关相拒。哎，不对，不对呀！张先生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时辰经过，也是想不起来了啊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可记得官配叮当得脸赵手的哎呀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赵小姐的牙关湘君啊！果然是赵小姐的牙关湘君。好，你既是赵小姐的牙关，那我来问你，这枝梅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枝梅花嘛，是你那是在园里摘的呀。哎，这就不得了啊！不得在哪里呀？要真是赵小姐的牙关，她就知道了。红梅初绽傲成开，此时若人请乍来，草断花生面正闻香飞送梦情味。果真是赵小姐的芳文来了，果真是赵小姐的芳文来了啊！是谁为长
房。小姐呀，天也无情插鸳鸯，小生很少未曾放。眼见得今世姻缘一希望啊！我与你只得来生同居在尘缘双。先生，哦，不外月老牵红丝，牛女早已度恰脚。老夫早知此事嘛，何必再把下药糟哦？曹老先生，请啊，张先生，请。哈哈哈哈哈！曹老先生，请说。请说。老先生，尚未歇息，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呀。曹老先生，有事请讲啊。便是先生可曾婚配呀？尚未婚配。哦，那老夫听你做过媒时候啊。莫老先生好意，这是万圣别有天下，自裁四方，这婚姻之事呢，请不操心。哎呀，这也怪他不得，他真是我弟弟，真是方才的那个，得我慢慢点名于他。哎呀，张先生啊，这段情事不错哦，我看你万事答应了吧？曹老先生，万圣另有心事，这婚姻之事嘛，不加勉强。哦，先生的心事，老夫也略有所闻。先生，老夫30年老，恰并不愚着，这诚心试探嘛，也越来得多了。对于这些事，老夫不大理会，不大理会。哦，请说。老先生宽身大度，不加指责，万圣实在惶愧。不过
什么？还生初到府里，路经不熟，那是外国正员，等于你家小姐。小姐怎样？啊，等于你家小姐，她将这梅花相赠于我啊！哎呀呀呀！我料想嘛，也不是今日之事，看来他们彼此往来已有百年之久了。张先生啊，你这老夫弟的妻子是哪家的小姐啊？哦，这就不想问了。先生不用太惧，老夫弟弟正是方才的那个。啊？哪个啊？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哦，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。对。哎呀，曹老先生，这方才走出去的那个，你可看得清楚？看得清楚。认得明白？认得明白。他是谁？哎呀，他不是人，难道他是一个鬼呀？他是鬼呀？是鬼呀！哎呀，张先生啊，你不要再故作元虚，愚弄老夫了。哎呀，曹老先生，晚生句句是神。想这儿女私情之事，我这个做长辈的不便明言，只能问的。哎呀，张先生啊，老夫侧眼相告，这里确实是有鬼呀！希望是提出方教十三香，我桥比里长，雷蒙那真是曾经与民跟那鬼影长长，眉眼望，深夜湖上是一魂，放在我前我有一双，一双啊！是有一双啊！哎呀，张先生啊，实在奇怪呀！这西文之鬼不怕基地，多怕猫叫。哦，这西园之鬼不怕气体，不怕猫叫。对，张先生，你倒说说看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好了，名人不用喜色，万事言归正传。张先生啊，有道是恭敬不是从命，你做好准备，明日与我女儿摆档成亲。曹老先生，意思呢？老夫告辞，曹老先生，老夫告辞了。曹老先生，这位曹老先生，莫非是为他死去的女儿救我的姻亲？哎，阳亲不正，阴亲也好。哎呀，小姐，这下你我谁不能生动落掌，却可以视同文了啊！张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啊？张先生，我并未出去过呀。张先生，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你为什么老是拽浪我啊？你张先生，侬喊嘛不要喊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什么要紧的事情？刚才那小姐是神，我也是神。哼，是人是鬼，小生清楚的很。你这有文言鬼，万不是属于我。应去。她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张先生，你再仔细的看看。喏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是在西园小姐的访问谢礼的时候，见她旁边这位小娘子，见她多多顺顺、做做改改，不就是这个女鬼吗？怪不得
他是曾是小姐的丫鬟，一定是殷氏的丫鬟了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丫鬟，有话说说转来。刚才我家老爷给你亲自，你要答应才是哦。这门亲事我早就答应，明日我随同领位与你家小姐拜堂成亲。哎呀，这位小姐是神，不是鬼呀！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，少宁小姐的妹妹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明日你我家小弟的妹妹拜堂成亲。哦，不，小生今生今世誓不再娶呀！先生还是答应的好。不答应，真的不答应？就不答应。先生实不答应，那我是不追了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还是追的好，你还是追的好啊！不追嘛，就是不追。你真的不追啊？不追了。你真的不追，那我就要。你要怎么样？我就要，我就要。少小姐是西园的新贵，还怕毛叫？我是西园的老贵，叫声啊不破的。哎呀天哪！天也罢，地也罢，这本亲事嘛就此设定。话已讲完，奴家去。赵小姐为我而死，我岂能与她的妹妹拜堂成亲？事不宜迟，我还是走了吧，我还是走了吧。小姐，你还是小生到襄阳拜堂成亲去吧。